咱台湾的本土母语日，所以今仔老师要小解一句，咱先来听看卖。咱先来听看卖，因这三位小朋友要演啥物状况，互咱看。好在。你是讲啥物啊？搁一遍哈，声音小可淡薄仔细声，好来。我甲你讲，你好啊！你是讲啥物啊？所以因讲，第一个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第二个同学就讲，哈，你是咧讲啥物啊？第三个就甲你讲，为虾米我嘛拢听无呢？好来，抓落来。你是啊，家有。啥物是啊？哦，所以第一个同学讲，我讲的你拢听无，你是咧听雷吼？第二个同学来讲，哈，啥物是听雷？好来，所以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啥物是听雷？来，所以咱今仔日这个礼拜要讲的小语叫做听雷，请你对老师念一遍。听雷。听雷。听雷，啥物叫听雷？咱咧饲的迄听到咧陈瑞讲，你敢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当然是唔知影。所以咱若咧讲一个人拄着代志，完全拢听无清楚，听无，迄叫做听雷。所以咱即礼拜所要小解的俗语叫做听雷。请各位小朋友对老师搁念一遍，听雷。真好，所以咱母语日今仔日小解到这，再来一遍哦。听雷，就是甲你讲，啥物比如完全拢听袂清楚，听无的意思。多谢大家，再会。